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很开心又见面喽！平常在家，不知道你们都在做什么呢？亲子一起共读，或是一起动手做美食，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家里呢？这些都是很棒的活动哦。今天熊爱听放故事的节目，同样为大家准备好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亲子好时光吧。好奇怪哦！你看这个图里面哦，那个植物怎么长在水里啊？哦，这个植物很特殊。一般的植物如果长在水里，而且是海里哦，那是会死掉了。而有这种特殊功能的植物啊，就是红树林植物。那你现在看看这个图中里面，这一棵叫做红树林里面的海茄冬。我们台湾有4种红树林哈。那其中这海茄冬是最多的，那你看它可以活得多愉快。那我们周围也都是红树林啊，这一棵是特别显示的浸在水里，它死不掉了啊，这个红树林。好，今天我们就特别来介绍台湾最多的红树林海茄冬这种植物。图中的这些植物的红树林是长在哪里啊？长在那个林园海洋湿地公园那里啊，这个是天然的。这些植物，这些红树林最少都有50-60年以上，它自己长。旁边的那些有的比较小的，那个是那个后代啊。那现在这一棵也是一样，它红树林就绕着这个湖啊，这个湖的水全部都海水，所以这个植物啊，它特别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啊。现在我们再从远方来看，树木的大园是不是很好看？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红树林啊，尤其台南那里啊，这个可以坐船进绿色隧道啊，都很好。还可以像那个盐水港。但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海茄冬啊，它是在海洋湿地公园那里的红树林哦，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周围都是被那个海茄冬把它围起来。那最特殊的是中间有那个水母啊，这个湖中有很多水母在那里，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其实是来看那个水母，而顺便认识红树林的。那很多游客哦，一来就说，一看到红树林就说水笔仔，水笔仔。其实哦，水笔仔是生活在台湾的北部啦，啊，这个淡水那边啊，其他都是后来繁殖的。自然会生长最多就是海茄冬。那海茄冬哦，为什么可以活得那么好？其实它有三个功夫啊，我们说3个特异功能。第一个特异功能是什么呢？是它有呼吸根哦。所以我们有时说它3个特异功能是哪3个呢？第一个淹不死啊，第二个咸不死，第3个很会生。好，现在我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哈。淹不死是怎么样呢？因为它呼吸根。那我们如果在海里游泳啊，要换气要怎么办呢？有时要潜泳，我们会怎么样？咬着那个换气管嘛，啊，那这个红树林要怎么办？例如水涨起来啊，把它的根部淹住了，那是不能呼吸的啊。所以它海茄冬这个特异功能，它就把根哦，本来根应该往下，它是往上。啊，所以你看到有人以为它是小苗，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呼吸根啊。这个呼吸根哦，如果水淹住的时候，它就闭气，利用这个呼吸根里面的空气来呼吸啊。水退的话，又可以把气孔打开，又可以呼吸了。那呼吸根，我现在要带呼吸根来给你看。这2个就是呼吸根啊。这个呼吸根是从下往上这样长出来的，跟一般的植物是由上往下长不一样。那中间是有气管啊，这是气管呢，怎么样知道有气管呢？现在我来试一下哈。我这一罐里面是用那个洗碗巾啊泡水，然后这是一段呼吸根。那这段呼吸根呢，它要有通气才有办法呼吸嘛，所以我来试验一下，我把它吹一下。
气泡跑出来了哈。这些气泡就是有通气哈，所以呼吸根就是中间有这些气孔哈，这好像螃蟹在起泡一样啊，要呼吸。好，就示范到这里。那要晓得红树林它要能够存活在恶劣的环境，就有呼吸根除了海茄冬以外，其他3种都有不同的呼吸根。刚才讲到海茄冬的第一个特异功能就是淹不死。为什么淹不死？就是有呼吸根。那第二个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咸不死。它生长在海里或者那个河口，那都是咸水啊，一般植物没办法生长浸在水里就是活不了。但是它连咸海水都是那个没办法让它死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呼吸根会把水吸上去以后，淡水自己用，海水呢就从叶子里面把它排出来。所以你去仔细观察海茄冬它叶子跟其他的植物不一样，它正面是绿色的，背面是灰色的。那灰色里面其实就是很多盐。那你把它拿一页靠近看看，真的是亮晶晶的，在阳光底下你会看到说好多盐那如果夏天那个盐粒颗粒还特别大。好，那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盐，很简单，尝一下，你把手拿起来在叶子上背面这样抹一下尝一下，真的好咸。所以它是咸不死，第二个特异功能这是一般植物没有这种现象。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3个特异功能。第3个特异功能是什么？很会生你看这张图片里面，这个就是海茄冬，每年到8月的时候，它的种子就结了很多这真的是百子千孙呐。那整个树上结了满满的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一般的种子不是，它是胎生的就像我们的水笔仔一样有胎生苗，但是它很明显的胎生。这个是隐性胎生，怎么隐性法呢？其实它这个种子挂在树上的时候，那里面枝叶长好了，然后根也长好了，那不算种子了那它长好挂在上面，就等待什么？等待一场雨。所以它在夏天的时候，一场雨下来，那就掉下来了。那掉下来的时候，那个皮马上裂开，裂开以后，你会看到很漂亮里面的叶子就像一本书一样折起来折页一样折起来。那折起来，那里面再把它剥开，还有子叶嘞底下还有须根呢。所以这样的构造让它从树上掉下来以后，在海边，在泥滩地，根马上就长出来。所以不会说谁赶快把它流掉啦，或者这个浸死那就掉下来就长出孩子来。所以你在那个海茄冬树林底下，你会看到好多的小苗挤在一起那就是很会生。那除了很会生以外，它这个没有落在就说还来不及落在地上，被那个水把它飘走了，那会怎么样呢？会随着水飘到那个海边、河口、海边，甚至传到世界各地，有可能就传到菲律宾或者传到别的地方，因为它上面有一层那一个外壳，它是漂浮的，很轻，所以浮在水面。那如果再被大浪冲到岸边，它又长出来了。所以第3个特异功能叫做很会生生了以后又可以传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世界各地有很多这样的海茄冬的红树林，全台湾也是都是这样传播来传过去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解释，那海茄冬这种东西它是怎么生长？它跟一般的植物不一样。一般植物我们看到，你看这张图，你会以为是年轮，其实它不是年轮。我们所说的植物的年轮是在那个高山上，例如说松、山、柏这一类的植物才有年轮，因为它是1年1轮嘛。那海茄冬它不是1年1轮，它随着它的生长进行你看这边这张图里面，它的圆圈你如果顺着那个圆圈把它画，其实它并不会一个圆圈它中间有断掉，我们叫做生长轮。环境好的话，它生长轮就比较松一点；如果环境不好，它长得慢，
生长轮就比较小。那这样的生长轮就构成一种很坚硬的木材。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我有带来切片，这个生长轮就是长这样啊。那我把它磨一磨，其实这个木材非常硬，很硬啊，里面我们可以做吊饰啦，什么之类都很好，所以我特别采这个。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生长轮长成这样啊，这个就是它的生长轮。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它这个它的另外一个用途啊，这个海茄冬生长轮就这样生长，所以它浸在水里是死不掉的啊，不会腐烂掉，很硬。很硬。那个我们说红树林到底有什么用呢？除了说它自己长在那里以外，其实它是一个最复杂的生态系。我们这个平地我们有时候高山生态系啦，河流生态系啊，还有河口生态系啊。其实最重要，河口生态系是最复杂的。那有红树林把它组成的这河口生态系，你可以在红树林里面可以找到天空飞的鸟啊，例如水鸟，它会喜欢躲在那边，因为抓鱼容易嘛。那还有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底下的招潮蟹，招潮蟹也要红树林底下，它底下有一些泥滩地，招潮蟹就可以吃这些泥滩上面的那个藻类。还可以看到什么呢？还有看到其他的螃蟹，例如胸横圆轴蟹如果去再往底下看呢，还可以看到一些蛤类，例如说一些那个红树林藓啦，还有贝类啦、藓类啊，这些红树林就构成一个生态系，提供很好的食物。例如它种子掉下来，也是可以给其他的那个螃蟹吃这样的生态系维持一个是生物的一个多样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都说红树林到底什么叫红树林？原来这个红树林最早的名称是什么呢？是在那个东南亚那里有一种树叫细蕊红树。那细蕊红树它是皮是红色的，当地的人就称它为红树那皮拿来做什么？做染料。那当染料就可以染那个布，让布变得红色的所以这种红树林以后我们把相关会长在河口的这种植物，我们通通称为红树林。那在台湾有没有呢？台湾本来有细蕊红树，不过现在已经灭绝了。灭绝那有没有红色的东西？还有就是在台北最多的那种水笔仔。那水笔仔也有红色染料的现象。那今天我要带了一个水笔仔的那个一个段落来给大家看。像现在我是水笔仔把它锯开，锯了以后，其实刚锯的时候这是红色的，那是红色那个树皮剥开是红色的。那当我把它浸在水里的时候，那也会变成红色的水。虽然没有像细蕊红树那么好的染料，但是我们的那个水笔仔也有这种红色的现象。所以以后我们把全世界有100多种的那个红树林，那台湾的红树林就几种呢？本来6种，灭绝了2种，现在剩下4种那这4种是我们台湾非常珍贵的资产，因为它有很复杂的那个生态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我说台湾有4种红树林，那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水笔仔嘛。你看这张图，好，是不是像一支笔？还有笔盖那水笔仔因为课本常常介绍，所以大家耳熟能详。其实你要看水笔仔，其实也不大容易啦。台北淡水红树林站那里整片全部都水笔仔。然后那我们其他地方有没有？有，但是那不多，因为水笔仔有一个特性，它不喜欢太热的地方，所以在台北还可以如果你把它移到高雄来呢？也可以活啦但是要繁殖不容易。它可以活得好好，但是种子掉下来变成小苗，过不久它又死掉所以不容易成活。所以我们的水笔仔的在高雄的范围不多这是水笔仔。水笔仔是真正的胎生苗，胎生苗就是没有经过种子的阶段，有果实直接掉下来就是小苗了。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这种红树林好奇怪刚才的海茄冬，它的根是由下往上，但是这里的根呢，它是从肚子长出来的。这个植物是太好了。
这个长角这样，我们都称呼它一个名称，俗称叫做蜘蛛红树林。像不像很多角的蜘蛛？那这个植物其实在根据历史的研究，高雄最多。以前高雄市整个海边通通长这个，但是后来因为工业化发达，因为这种植物很特殊啊，它怎么样？它就要有水，要浸在水里浸在水里才好如果把它陆地化以后，就长得不好了。那后来就很多地方，因为这个树很漂亮嘛，所以像那个大鹏湾种了很多，还有那个台南的那个盐水溪那边也都种了蛮多的因为这个树是适合那个南部，它跟水笔仔一样，也会有产生那个胎生苗，而且那个胎生苗的比水笔仔还要长那树形又很漂亮，所以这个树在红树林里面其实也是蛮好的，只是说它很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就是也是要浸在水里才会活得好好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现在我们在介绍最后一种，台湾的最后一种。那最后一种这个花是白色的，叫蓝李。那这一种红树林台湾就是说比较稀有，因为它不喜欢，虽然也是红树林，但是不喜欢那个浸在水里，它大部分都长在陆地上长得又很慢所以种的不多啦。高雄市的最有名的一棵蓝李在哪里？在旗津所以我们以前都以为高雄港的那红树林都灭绝了，后来在旗津那边发现还有一棵蓝李，原来是那个民众把它当作普通的树然后用水泥把它围起来后来才被人家发现高雄的最后一棵红树林就是这一棵蓝李那蓝李为什么叫蓝李？因为它的花像那个李花果实小小的，好像那个橄榄的种子，所以叫蓝李。木材非常硬好，介绍四个红树林以后我们来看看，回到这个湿地。这个湿地你看周围全部都是海茄苳。那海茄苳里面，我说生物多样性就是这样，底下的水就有很多的那个鱼类。以林园红树林那个海洋湿地公园那里来讲，里面的鱼就有很多，例如说石斑鱼、吴郭鱼还有魔力鱼，还有那个一些那个花闽南叫灰条啦花生鲫鱼这些鱼都很漂亮。那这里的生物是多样性的，你看除了说天空飞的鸟、水里游的鱼以外，你看那边还有很多水草，甚至还有很多那个海葡萄之类的所以一个红树林对我们的生态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做木材，也可以让我们提供一些生物可以存活的地方。如果有机会，你到全台湾各地，你可以去寻找红树林那你可以认识这4种红树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红树林，我们协会就会有那个志工很热心的为大家解说。现在是在导览这个红树林介绍，有机会可以亲身去体验，或者像其他地方像台南红树林也是非常有名的。有时间到海洋湿地这边来玩。今天介绍完了海洋湿地公园的海茄苳，其实你如果到海边经常会看到有些植物，我们可以捡它的种子来做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种树叫水黄皮那水黄皮这种植物种子是这样，在海边经常看到因为它也是很轻所以还有一个名称叫水流豆还有一个名称叫排钱树挂钱树都有，因为它种子这样成片的挂在这里，挂着好像钱挂着一样，所以叫挂钱树你到海边都可以捡到这种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像这个我是把它喷漆喷了以后进去就比较好画涂上去。那我们看它的样子，你想象是什么呢？那有人说一只鱼嘛，有人说一只鸟。那如果鱼的话就这样，就是
一条鱼；如果站着，就好像一只鸟。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说，这是不是台湾地图啊？所以有的人就捡来把它写着"我爱台湾"哦，这台湾啊。现在我们来做一只鸟好了，怎么做呢？起先，我们要钻一个洞，用这个把这个钻一个洞我已经先钻好了你可以用其他的来钻就是钻了要注意不要让它裂开就好。钻好以后，我们再来画图画图的方法，我今天用的方法，你可以用其他彩色笔，然后我是先这样画用这个奇异笔把它画一个眼睛，黑色眼眶背面也把它画。画好以后，眼睛，那还有一个眼白，眼白怎么画？我用立可白你也可以用其他颜料我今天用立可白是比较容易细比较细，所以我就把它这样画好，这样就是一个眼睛出来了。好，第二个眼睛，画出来了。那简单的就是这样做。那你也可以用其他彩色笔在上面画。例如你要鱼，你就画鱼你要画鸟，就是鸟画好以后，我们就穿绳子绳子就是你可以找那个细绳把它这样钻进去钻进去以后好，这样钻了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打个结。我从应该打平结才对好，打结。打好以后，这样，当然了，这样它也比较简单了那我们也可以做复杂的，这个我有成品。例如这个，我就是把它用白色的漆把它整个都涂了以后，过来我这边因为在海洋湿地公园当做纪念品，所以我就画一只水母在这里这是一只水母。然后旁边呢，因为我们那边有石斑鱼，所以我就画一只鱼这样画起来就很漂亮。你看，用那个水黄皮把它做一个吊饰，这样是不是很好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到各地都可以找到一些种子，可以做成很好的很漂亮的那个吊饰物品。好，谢谢。Hello, everybody. I am Sunny Girl Miss Cindy. Welcome back. 大家好，我是阳光女孩 Cindy 老师，欢迎大家回来。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nother book called Dance Chant. And the dance chant is Miss Cindy and Teacher Jeff's collaboration. 今天要学的是另外一本书，叫做 Dance Chant. 它是 Cindy 老师跟温老师一起合作的书。In this book, we are going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fitness. 在这本书里呢，我们会学到英文呢，更何况是用律动去学英文哦。There are only one dance move per each dance chant. 每一个 dance chant 里面就只有一个动作。Let's go， 我们来咯。第一，我们会原地上跳的跳。We are going to jump up and down in place. While we do that, our hands are going to go into fists and move to your right up, then move to your right down. 这个动作我们会往上摇摆，右边一次，然后往下摇摆一次。Let's put it together like this. 5, 6, 7, 8. 1, 2, 3, and 4. 里面的英文我们会学到 What's this? In English, we're going to learn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s this? 换你说啦。
Very good, everybody. 那这是什么？里面有3样东西。There are 3 things to our what's this. First, it's ruler. 第一件东西是尺 ，ruler. Repeat. 非常的好 ，excellent. 第二件东西呢，就是 chair. Second item is chair. 椅子 chair. 好棒哦 ，everybody, great. 最后一样东西呢是 desk. The last thing we're learning is desk. Desk, 桌子，换你说了。太棒了，宝贝们 ，wonderful. Now let's put it together. 我们从头到尾 put it together. 当你说 it's a ruler 的时候 ，when you say it's a ruler， 我们会往我们的右边摇摆，手往上。然后拍手。再来呢 ，it's a chair， 往我们的左边，手开开 ，we're gonna open up our arms and clap again。最后呢 ，it's a desk。Last for desk, we're gonna open our arms in the center。我们会在中心这边把我们的手打开，然后呢也拍手。We have one more dance move before we dance with the video. 我们还有一个动作要做，然后我们就会跟着影片去练习哦。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hen you hear just the music, you are going to jog in place. 当你听到间奏的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原地踏步，游行 just like this. Okay? 现在呢，我们跟着影片跳。We're going to go dance with the video right now. Just a reminder. Underneath the video, you'll see the words to the song. And if you see 1 star, we're going to clap 1 time. 在看影片的时候，你会看到下面会有我们要学习的英文字幕。看到1个星星的时候，你就拍手1次。When you see 2 stars, we clap twice. 看到2个星星的时候，我们拍手2次。Are you ready? Let's go! What's this? 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ruler. 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chair. 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desk. What's this? It's a ruler. It's a chair. It's a desk. Was that fun? 好玩吗 If it is, guess what? I haven't danced enough yet. 如果好玩的话，Cindy 老师还跳不够，我们再来跳一次。Let's do it again. Let's go. What's this? 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ruler. 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chair. What's this? What's this? It's a desk. What's this? It's a ruler. It's a chair. It's a desk. Hello， 大家好。听完2个故事，哪
哪一个角色你的印象比较深刻呢？今天带大家做的手作活动，希望你也会喜欢，改天一定要试试看哦。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快乐的时光总是咻一声过得特别的快。欢迎明天继续收看《熊爱听放故事》的节目，拜拜喽。